各位朋友，您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几十年来，大家都告诉我们，想要在60岁以后维持肌肉，就得天天吃肉、鱼、鸡蛋。于是您努力照做，早上煎蛋，中午鸡胸肉，晚上鱼排。但到了今天，光是闻到蛋腥味，看见白斩鸡，食欲就消失一半。心里明白自己需要营养，可味蕾早就疲倦了。这是许多长辈都会面临的困境，既想保护肌肉、保持活力与独立，又不想每天被相同的动物蛋白绑架。于是有些人前脆少吃，但换来的确是体力下滑、步伐不稳，甚至日常活动开始受限。难道除了肉类，我们就没有其他选择吗？最新的营养研究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2023年刊登在 Nutrients 的系统性回顾指出，将植物蛋白与各种彩色蔬果结合，不但能补足氨基酸，更能让肌肉合成率提高30%，比单吃肉类还要有效。换句话说，餐桌上的水果不只是甜品或点心，它们也能成为60岁后守护肌肉与健康的关键角色。我是李建华医师，内科临床已经超过30年，在我的病人里，有太多人因为误解蛋白质只来自肉，结果饮食越吃越单调，越吃越没胃口，最后影响到体力与免疫力。今天我要把最新的正确与最简单的做法公开分享给您。在影片开始之前，请先帮我一个忙，现在就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因为接下来我会持续带来专属长辈的健康秘诀，不让您错过任何一次。也请您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表示有帮助，或0表示没帮助，这样我才知道该不该为您做更多延伸的系列影片。而且我保证会在影片的最后送上一个简单的小秘诀，让您可以每天只用1-2分钟，把这些高蛋白水果轻松放进早餐或点心中，不增加负担，却能真正补到身体需要的营养。朋友们，今天我要为您揭开8种意想不到的高蛋白水果，它们不稀奇、不昂贵，就在市场或超市里触手可及。它们能让您找回食欲，增加变化，同时守护肌肉、心脏与大脑。接下来，让我们先从一个最常见却被严重低估的水果开始七七八乐。朋友们，许多人一提到蛋白质，脑海里立刻浮现的就是肉、鱼、蛋。长辈们常说，没有吃肉，哪里会有力气？这句话听起来理所当然，但其实只是第一个需要澄清的神话。神话1，蛋白质只能来自动物性食物。事实上，许多水果与豆类一样，含有相当数量的植物蛋白，搭配正确组合，不仅能补足氨基酸，还能同时提供纤维与抗氧化物，这些都是肉类无法给的。神话2，水果只有糖分，吃多了会害身体。这也是一个长久的误解。水果中的糖与加工甜点完全不同，它们伴随着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与天然多酚。研究显示，长辈每天摄取多样水果，不但不会增加糖尿病风险，反而能改善血糖，控制与心血管健康。神话3，吃素一定会肌肉流失。在诊间，我常听到病人这么担心，但现代营养学早已证实，只要摄取多元的植物蛋白来源，例如豆类、坚果，再加上这些被忽略的高蛋白水果，肌肉合成完全不会输给动物蛋白。朋友们，正是因为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让很多人不敢尝试新的饮食方式，结果每天被迫吞下自己不再喜欢的食物，营养虽然进去，却没有食欲与喜悦，长期反而更容易营养不足。所以我要告诉您，水果不是只能当作甜品或点心，它们本身也能成为强壮肌肉、维持活力的重要角色。接下来，
让我们用科学的角度来看看，为什么水果中的蛋白质与抗氧化物能够带来这么独特的效果。那么，水果里的蛋白质到底怎么帮助我们的身体呢？朋友们，您可以把它想成盖房子需要砖头与工人，蛋白质就是砖头，而抗氧化物、维生素与矿物质就像工人与水泥，把砖头堆叠得更牢固。首先，植物蛋白虽然单一来源的氨基酸比例不如动物性完整，但只要与其他食物搭配，就能互补不足。比方说，芭乐中的蛋白质弱，搭配优格氨基酸谱，就能更接近完美，刺激肌肉合成的效果，甚至比单吃鸡肉还明显。再来，水果含有大量维生素 C、E 与多酚，这些成分能降低发炎反应，减少自由基对肌肉细胞的伤害，让砖头不会还没盖好就被破坏。研究显示，长辈同时摄取植物蛋白与高抗氧化食物，肌肉合成率平均提升了30%。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重点，纤维。许多长辈消化吸收功能随着年龄下降，单纯吃肉类反而容易胀气或便秘。水果中的可溶性纤维能帮助肠道益生菌生长，提高营养吸收效率。这就像把房子地基打稳，营养才能真正被利用。所以说，水果并不是只有甜味，它们其实在默默地强化你与肌肉之间的沟通系统。当蛋白质与抗氧化物、纤维一起进入身体，合成肌肉的效率就能更好。接下来，我们就要一一揭开这些被忽略的高蛋白水果，看看哪一些能真正帮助您恢复力量。首先登场的是台湾餐桌上最常见却被低估的芭乐。朋友们，您是否注意过，台湾市场上随处可见的芭乐，其实是被严重低估的高蛋白水果。每100克芭乐大约含有6克蛋白质，远高于苹果或橘子。对于70岁以后的长辈来说，这样的数字已经非常可观。除了蛋白质，芭乐还有一个惊人的特色，维生素 C 含量超过每日建议量的2倍。这不只是预防感冒，更能促进胶原蛋白生成，让关节与肌腱保持弹性。对于正在恢复肌力或关节退化的长辈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芭乐中的可溶性纤维能够减缓糖分吸收，避免餐后血糖快速上升。这对血糖不稳或正在控制糖尿病的朋友是一个天然的保护。选择红心芭乐还能额外获得茄红素，有助于软化血管，稳定血压。我有一位73岁的病人，髋关节手术后对鸡蛋和鸡肉完全提不起胃口，女儿开始每天帮他打芭乐优格冰沙，或把切丁的芭乐放在燕麦片里。短短几周，他就感觉到精力回升，腿部恢复更快，连肠胃也舒服许多。这正符合《食品科学与技术》期刊2022年的研究结果，长辈每天摄取芭乐能明显改善消化与能量。朋友们，这说明芭乐不只是水果，它可以是您日常餐桌上一个轻松的蛋白质补给站。想象一下，早餐一杯芭乐牛奶，或者下午茶来一小碟芭乐切片，既能满足味蕾，又能强化肌肉。那么您平常没有吃芭乐的习惯呢？或者有特别的吃法？欢迎在留言区和大家分享经验。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一种更小巧却更高蛋白的水果——百香果。朋友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一颗外表不起眼的小果子——百香果。许多人以为它太酸、太小，不会有什么营养，但事实上，它每100克竟然含有8克蛋白质，比芭乐还要高一点。百香果的营养密度非常惊人，它的果肉与籽富含维生素 A 与贝塔胡萝卜素，能保护眼睛，增强免疫力，并帮助皮肤修复。对于视力逐渐退化、皮肤前兆的长辈来说，这是再合适不过的天然补给。
它同时提供丰富的钾，有助于稳定血压，维持肌肉收缩力。更特别的是，百香果里的多酚能降低氧化压力，帮助身体对抗发炎。这对于常常觉得疲倦、肌肉酸痛的朋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来源。紫李还含有少量的健康脂肪酸，可以在不增加负担的情况下保护心脏功能。那么百香果该怎么吃呢？其实非常简单，把果肉挖出来，加在优格、燕麦片或奇亚籽布丁里，就是一份清爽又高蛋白的早餐或点心。如果把整颗莲子打进果昔里，还能额外补充纤维，让能量更稳定。甚至你也可以在晚上把百香果果肉加一点柠檬汁，调成饮品，既解渴又抗氧化，不会影响血糖。有些长辈第一次尝试会觉得味道酸酸涩涩，但当它与乳制品或谷物结合时，酸味会被中和，口感更佳，营养吸收率也更高。这就是营养学上常说的食物互补效应。所以朋友们，下次看到这一颗小小的百香果，请不要再忽略它。它其实是帮助您维持肌力、保护眼睛与心脏的隐形宝藏。而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另一种更常见的水果酪梨，它除了健康脂肪，还藏足您意想不到的蛋白质。朋友们，说到酪梨，大部分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好油脂，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同样含有蛋白质。每100克酪梨大约提供6克蛋白质，虽然没有百香果那么高，但搭配它所含的其他营养素，对长辈的价值却更加全面。酪梨最出名的是它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种油脂能降低坏胆固醇 LDL， 保护心脏血管病，且帮助脂溶性维生素 ADEK 的吸收。对年纪渐长、骨质与免疫力逐渐下滑的朋友来说，这些营养都是日常必须。除了油脂，酪梨还含有大量的钾与镁，可以稳定血压，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运作。维生素 B 群与叶酸则能帮助能量代谢，并支持大脑健康。更别忘了，它还有叶黄素与玉米黄素，能保护眼睛黄斑部，延缓视力老化。那么酪梨该怎么吃才最有帮助？您可以在早餐时把半颗酪梨压成泥，抹在全麦吐司上，再撒一点坚果或芝麻，蛋白质与健康脂肪一次到位。中午的沙拉如果能搭配豆类或扁豆，氨基酸的组合就更完整。甚至在果昔里放几片酪梨，不仅口感绵密，还能让其他蔬果中的抗氧化物质更容易被吸收。许多长辈担心酪梨太油太热量高，其实只要控制分量，1天半颗到1颗小酪梨，完全不会造成负担，反而是守护心脏与肌肉的好帮手。所以酪梨不是只能当作点缀，它其实是天然的营养传送站，能把蛋白质与维生素完整送进身体里。接下来我要介绍一种比酪梨更像肉的水果菠萝蜜，它甚至能在餐桌上直接取代肉类。朋友们，您可能对菠萝蜜 Jackfruit 印象还停留在市场里一颗颗金黄香甜的果肉，其实它不只是零食，更是一种会咬的植物蛋白。每100克熟菠萝蜜约含5克蛋白质，而未成熟的青菠萝蜜蛋白质含量更高，质地甚至可以直接取代肉类。菠萝蜜的营养并不只在蛋白质，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能强化免疫力与胶原蛋白生成，钾能稳定血压与体液平衡，还有丰富的多酚类物，智能减少自由基伤害，保护心脏与肠道健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天然益生原纤维能喂养肠道好菌，帮助消化吸收。对于血糖控制有困扰的长辈，
青菠萝蜜还能降低餐后血糖波动，比甜薯果肉更适合糖尿病患者。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研究厘清菠萝蜜被认为是植物版的低升糖肉类替代品。吃法上，青菠萝蜜可以用来炖咖喱、卤菜，或是做成素肉塔可，口感与纤维感非常接近鸡肉。成熟的果肉则是和与优格、坚果搭配，做成高蛋白的水果碗或冰沙。这样一来，既能满足口感，又能摄取到丰富的营养。朋友们，菠萝蜜是一种兼具饱足感与营养力的水果。对长辈来说，这不仅仅是餐桌上的甜点，它更是一种真正能帮助维持肌力、稳定血糖的植物蛋白来源。那么，水果除了能模仿肉类，也能透过颜色深沉的果实带来更强的抗氧化力量。接下来，我们要一起看看黑莓与杏桃这两种小而强大的水果。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两种外表完全不同，但同样对长辈非常有帮助的水果——黑莓与杏桃。黑莓每100克大约有3克蛋白质，虽然不算特别高，但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强大的花青素。这些深紫色的天然色素，就像体内的除锈剂，能中和自由基，保护肌肉、血管与神经细胞不被慢性发炎破坏。同时，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 帮助骨骼强度，还有维生素 C， 维持关节与皮肤的弹性。对70岁以后的朋友来说，这些营养都能延缓退化。杏桃则是另一种金色小太阳，每100克含有4克蛋白质，不仅能补充肌肉所需，更提供大量贝塔胡萝卜素转换成维生素 A， 守护视力与免疫力。它还含有钾，能协助控制血压与水分平衡，加上可溶性纤维，能帮助肠道健康。新鲜杏桃甜中带酸，而甜杏桃则因水分减少，营养更集中，是补充能量的好选择。在日常生活中，黑莓可以撒在优格、燕麦片或搭配奇亚籽，增加早餐的抗氧化力。杏桃则可以切片放入沙拉，或者把甜杏桃切碎加入坚果，变成高蛋白的小点心。这样吃不仅能补充蛋白质，还能同时保护骨骼、视力与免疫系统。朋友们，你想先尝试哪一种水果呢？是颜色深沉、能守护脑与血管的黑莓，还是金黄明亮、能保护眼睛与心脏的杏桃？在留言区告诉我吧。接下来我们要看2个更令人惊喜的选手——奇异果与葡萄钱。朋友们，现在我们来看看最后2种同样值得您放上餐桌的水果——奇异果与葡萄钱。奇异果每100克大约有2克蛋白质，虽然数字不高，但它含有近乎超级水果的营养密度。1颗大奇异果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2倍，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保护关节、肌腱与皮肤。它还含有维生素 K 与维生素 E， 有助骨骼与细胞修复。更特别的是，奇异果里的蛋白酶 actinidin 能帮助分解蛋白质，让老人家吃肉或蛋白质食物时吸收得更完整。甚至有研究指出，常吃奇异果能帮助改善睡眠品质，对年长者尤其重要。葡萄钱则是小而强大的隐藏冠军，每100克大约有3克蛋白质，比新鲜葡萄高出数倍，因为水分被去除，营养更为浓缩。它提供铁质，帮助预防因贫血造成的疲劳，也有丰富的钾与 B 群维生素，能维持能量与肌肉收缩。同时，葡萄钱的多酚抗氧化剂能保护血管与神经。当然，它的天然糖分也高，因此建议一次只吃1小把，并且最好搭配优格、燕麦片或坚果，既能补蛋白，又能平衡血糖。
在日常中，奇异果可以切片加入优格或燕麦片，也能打成绿色蔬果汁，提高维生素 C 的吸收。葡萄乾则适合撒在沙拉或全麦面包里，甚至做成健康能量球，当作小点心。朋友们，看到这里，您会发现这8种水果不是奇珍异宝，而是市场上随手可得的选择。只要懂得搭配，就能让肌肉、心脏与免疫力同时受益。接下来，我会总结今天的重点，并提醒您如何安全享受这些水果。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了8种能替代部分动物蛋白的水果。问题来了，怎么把它们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很多人会觉得，水果不就是点心吗？其实，只要用对方法，水果就能成为餐桌上的蛋白质助手。第一个方法，搭配完整蛋白，像是把黑莓、葡萄乾加入优格或豆浆，不仅能补充植物蛋白，也能和乳制品或豆类的氨基酸互补，效果更好。第二个方法，用水果取代零食，把杏桃乾、葡萄乾放在包包里，随时可以当小点心，比饼乾、糖果更能提供稳定能量，也不会增加过多饱和脂肪。第三个方法，餐餐小改变，早餐加奇异果或番石榴，中餐沙拉放牛油果，晚餐偶尔用绿色菠萝蜜替代肉类。这些小调整1周累积下来，就是一种新的均衡。朋友们，请记住3个立即可以开始的行动：清冰箱把高糖零食换成1、2种高蛋白水果；分享影片，把今天的资讯传给需要的朋友或家人；明天开始实践，至少在早餐或加餐里加入1种水果，亲自体验身体的变化。改变不需要一次到位，而是从一小步开始。只要您愿意尝试，每一口都可能是为自己与家人投资健康的选择。接下来，让我们用最后的时间做一个温暖的总结。各位朋友，今天我们一起看到了8种水果，其实不只是甜点，而是能帮助长辈维持肌肉、心脏与大脑的营养助手。或许您从没想过，番石榴、百香果、牛油果、黑莓，甚至一把葡萄乾，都能 quietly 为身体补上蛋白，治愈抗氧化力。我要提醒您，传统不等于唯一选择，肉蛋鱼之外，水果也能成为支撑健康的一环。真正的智慧不是固守旧习惯，而是学会在生活中找到更合适的平衡。今天我答应过要分享一个小秘诀，想要在3餐中自然增加水果蛋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早餐固定搭配1种高蛋白水果、乳制品或豆类，这样不仅补足蛋白质，也能让氨基酸更完整，效果远比单吃更好。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请记得订阅频道并把影片分享给家人或朋友，也许您的分享正好能帮助另一个人避免营养不足，重拾活力。最后也要提醒，本影片仅供健康资讯参考，不能取代专业诊断与治疗。如果您有慢性病或正在服药，请务必与医师或营养师讨论最适合您的饮食方式。愿您与家人都能吃得安心，活得开心。祝您健康长寿，我们下次再见。